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1月31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，我是苏美。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今日国内增加55例，有17例是本土。指挥中心表示，有10例是在隔离当中确诊的，疫情伫咧控制范围内。因为疫情，饭店围炉的订单真侪拢该包转去厝食，家己煮的家庭嘛增加。医师提醒，厝内要注意通风，降低烧坏风险。最近鸡卵大欠配，政府的稽查小组正咧查，敢有生理人调工敦会长管价。农委会表示，会尽量满足民众的需求。新闻头开先来关心过年期间交通和天气的情形。今日的交通拢算正顺，不过明仔载初一高速公路局预告会有8路段特别高塞车，亲像国道5号落南的方向，可能会对早起5点就有车阵，一路塞到暗时。因若是天气的部分，明仔载开始水气变高，一直到初四进前拢有可能会落雨。新正连假的第3天，也就是围炉暝，国道开始出现过年回乡的车阵。为高公局即时路况的图，会当看到目前车还算好走，无论是国道1号、3号或者是5号，时速拢会当维持在80公里以上。北区以及南区的路况大致上都是正常的。在国5路段部分，目前南向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车流量有比较大，但是车速都还是可以维持在80公里左右。高公局表示，明仔载初一，预估国道的交通量是125万车公里。是年平均平常时1.4倍，国道会有8个较会塞车的路段，其中国道5号路南为透早5点开始出现车阵，可能会连续塞13点钟。若国道5号上北的部分，安装会为尾仔塞到半暝。另外，围路即天的透早是这波冷气团上强的时阵，上低温伫苗栗公馆，敢若有7.9度，高雄差不多敢若11度左右。全台湾是较大冷的天气。不过，为初一开始，受到华南分河区的影响，水汽比较高。初二大陆冷气团会小可减弱。明天清晨的话，基本上气温是会稍微回升，不过呢，感受上面还是会比较凉冷一些。整个中部以北及东北部的低温还是有14、15度左右。初一、初二，我们就是受到华南雨区东移的影响，整体上呢，在我们的北台湾、北部东半部地区，降雨的时间会增多。那中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也会提高。气象局嘛提醒，到新正初3方面会通过台湾，各地也是有可能会落雨。为初四开始，东北季风增强，温度会降低。遐若初5至初6，各有一波大陆冷气团会到位。中北部甲东北部低温有机会会降到10度至12度，天气变化大，民众都要穿好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接落来看疫情的消息，今日国内是增加55例，其中有17例是本土。指挥中心表示，这17例本土有10例是伫咧隔离当中确诊的，疫情算伫咧控制范围内。国内阁新增加55例确诊，指挥中心表示，台北入境是38例，本土的有17例，其中桃园有7例，是暗号18907、甲18917，甲阿旭电脑有关系。嘉北年幼稚园阁新增加2例，拢是喺隔离的期间采检阴性转阳性。另外暗号18886是甲物流公司有关系，捌做过2档疫苗，毋过也是去用画着，嘛是COVID的时阵采检发现的。也若龙嘉路新增加2个病例，暗号18884甲18885，拢是无症状。另外台北市卖厝中人质案相关的阁新增加1个病例，也就是暗号18887，伫隔离期间采检确诊。宜兰大溪饭店拖出去的高雄幼稚园群聚案新增加3例，其中暗号18883甲18891，科内隔离确诊。那在境外入的38例里面，是属于机边采检有20例，另外在居家检疫期间，验出阳性的有18例哦。那在这17例的本土病例里面有10例哦，都是在居隔期间从阴转阳。遐若高雄降职案新增加5例，其中暗号18889，捌甲确诊者伫共一个期考互医生看，暗号18890、18902甲18903，伫隔离的期间采检是阳性。暗号18904是住伫确诊者因兜对面，因为做工课的时阵采检确诊。暗号18905是一个10外岁查甫囡仔，无做过疫苗，1月2日开始就住伫咧高雄，目前感染源也不明。新北也有1例哦，那后来因为这个个案比较多的时间是在高雄，所以最后就归在高雄里面。26号到高雄跟他的亲友在相聚哦，所以他的有关的感染源目前还在疫调当中。指挥中心强调讲，这17个本土病例内底，大部分确诊的个案拢已经有掌握，目前疫情还阁伫咧会当控制的范围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高雄今日计共有9例确诊，其中有1个是去客诊所人员，捌含勘连高雄港的病例接触过。也若是宜兰大溪饭店拖去高雄的菌株嘛，增加3例。另外，还阁有1个是对新北转去高雄过年的，不过这个目前还唔知影感染源。高雄基丁早起继续设体检站，互民众做采检。市府公布，基丁某一间公寓有住户甲进前高雄港群聚案的确诊者，住同一个楼层的对面，那像是因为共同的生活空间来确诊。老旧公寓的大楼里面的对面的邻居确诊啊，所以在今天的早上我们在旗津区该大楼已经开始清消。高雄港群聚案31新增加5例，除了基丁某一间公寓的住户，甲3例酷类隔离期间确诊的个案，值得注意的是第5例，是一个伫去科诊所做工课的人，伊22伫诊所有接触到确诊个案，也就是暗号18775，二白出现头壳痛等等的症状，从酷类采检了后确诊。伊捌去过礼拜堂等等的场所，这2天嘛赶紧做消毒。市府判断讲，这是高雄港感染的第2波。18775有过近距离面对面的接触。那这位确诊之后，其实相关他所这个服务过的这些对象，我们也依照我们的 SOP 进行匡列。工作人员全副武装，甲饮料店做消毒。那高雄港、高雄另外一个团报链，宜兰大溪饭店群聚案嘛新增加3例，拢是指标个案，暗号18749读的幼儿园相关的个案。目前这间幼儿园累计已经有6个囡仔确诊。18882跟18891这2位是个案，18749的同班同学，18820的父跟母。18883这个新确诊个案是这个跟18749的同班同学。除了高雄港甲大溪饭店群聚的8例，高雄还阁有1个新北转列个案，伊2日甲因老母转去高雄过年，迄天有接触过为中国入境已经解除隔离的亲情，而到发烧了后，隔2天采检确诊。伊伫有传染病历的期间，拢伫高雄，除了甲伊有去过的所在做消毒，卫生局嘛积极要来厘清伊的感染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接落来看台中，一个住新北的确诊个案，这个月5、2、6捌去台中佚佗。台中市政府今日赶紧甲台中车头等等伊捌去过所在大消毒，加开采检站。另外，台北车头嘛有病例捌行打过，若是有收到台北市府干涉的民众，就赶紧采检。上尾提醒大家一项新规定，台北市的电影院对明仔开始禁止食物件。环保局人员来到台中火车站详细清消，人气景点新界新村也是清消地点之一。台中市阁有确诊者卡者，住伫新北市的189控例，10外岁查甫囡仔30确诊，也毋过1月2、5日留2天，捌甲妈妈到台中旅行，也坐过3个路线的公车。台中市府为了即天接到新北市通报传列单。在他发病确诊之前呢，曾经跟他的妈妈到台中来旅游。那因为他们是2天1夜的旅游，所以旅游的足迹是就在本市，而且范围还蛮大的哈。台中市府目前已经考虑暂停接触者进行采检，也伫3间病院加开采检站，互民众前往采检。桃园美甲群聚案有确诊个案，伫1月23到北车大厅。台北市紧急发送3400多条细胞简讯，也个传出北车随到随住要暂停。也毋过台北市府澄清，伫过年进前就已经决定啊。那我们在年前就已经决定了，就是在年后2月7号开始，台北车站的中型接种站，那就整个调整为预约的接种，配合中央预约系统第21期。另外，台北市帮中群聚摊销，增加1名补习班学生家长确诊。市府为了防止春节连假期间感染扩大，30日也宣布，为2月初1起，电影院内底游玩会当卖物件，也毋过影厅内袂当食物件。市府也强调，这并不是升2.5级防疫措施，只是针对电影院加强管制。业者可以贩售饮食在贩卖部的地方，民众也可以在等待区的时候饮食，但是一旦进到影厅内要观赏电影的时候，除了补充水分以外，禁止饮食。台北市府表示，对影城的观影措施调整是属于宽度性质，并无法则。也毋过为了保护入场观影的民众，也避免对影城营运造成影响，希望业者会当体谅，也会请业者对民众多加宽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疫情的消息，上尾来看桃园。桃园今仔日增加7例，拢是伫咧隔离当中确诊的，对咱的社区威胁较少。
通市长郑文灿就强调讲，目前较大的群聚感染已经咧要压落来呀，会继续追踪村的病例，阻止疫情搁再爆开。环保局的人员31持续针对联邦银行北投园分行等确诊者捌去过所在做大消毒。药房外口消毒了后，药师嘛是一直用酒精来甲店内空间做消毒。桃园的疫情要烧未退，31个新增加7个确诊的个案，其中阿旭电脑案、农家乐点心店、甲嘉贝尼幼稚园的群聚案是拢新增加2个人。也那物流公司这个群聚案是新增加1个人。嘉贝尔幼儿园，那么有新增2位匡列采检确诊，一个是原来的确诊的这个幼童18551的保姆，那另外这保姆的这个儿子也并同确诊。桃园市府强调讲，新增加的这7个人，拢伫原本扩列的范围内底，对社区威胁的风险比较较低，会持续追踪因的活动数，也有行踪，来确保疫情卖拓开。这一段时间，那么大的群聚感染的事件，基本上都已经收敛，虽然还没结束，还在居隔期还没有结束，但陆续会结束。那新增的小群聚感染的部分，每一个都很重要，我们都会把它这个匡列追踪。郑文灿强调讲，桃园这批采检的人数有83377个人，代表社区稳状的个案已经有尽量咧降低。大个群聚感染的事件基本上已经当地咧收束。那强调讲会持续追踪正价美容店、群聚等个案相关的行踪。那初1甲初2，桃园市也会保留1个采检站，民众若是有疑虑，拢会当去做采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年过年当着疫情，饭店围炉暝订到phòng促销真多，拢改包登去自食。选择家己煮的家庭嘛增加，所以菜市也是人拢炒。毋过主要咧做观光客生理的基点，今年因为疫情，人客剩无一半。排队领号码牌等待叫付，围炉一天，不少民众前往饭店领年菜料理，而且考虑到疫情，饭店业者求开社交距离，工作人员也是规套防疫 SOP 做好，避免人甲人之间相客。本来有打算要去餐厅拿，就后来就没有。的确是因为疫情来这边订的。今年年菜预订的情况其实比去年大概成长了超过10%，超过1500份的年菜。因为我们有3个中餐厅，有2个自助餐，其实加起来的话，其实也有超过300以上。不少民众烦恼内容有风险，决定将年菜炸回去吃。有业者统计，年菜炸回去的业绩比去年成长1成。另外，高雄凤山肉豆公市场为了迄天早起，客满民众赶伫休息进前买物件，市场的管理人员对实联制翠暗等防疫规范毋敢大意，也毋过伫基顶人道较冷清。反而讲，虽然大多数民众拢完成体检，也毋过也是因为进前的疫情影响，生理至少落一半。1半以上吧，一天要卖个1000块就很困难了。现在又爆这样子，人家都不敢来了。因为国内疫情退烧，外界也烦恼，春节过了后，佫出现疫情高峰，医师就提醒，过年返乡期间，民众自处防疫，爱记得通风。气流滞留太久。肺沫浓缩太高，房间只有一个窗口，那也可以打开门，然后我们借助于风扇风扇往外吹，每30分钟也许小于5分钟的开窗户、开窗口。除了室内的空气流通之外，挂嘴暗定洗手、定期消毒、加注疫苗等做法，也拢会当协助降低感染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最近世界拢买无鸡卵，为着防止有生理人调工顿会丢管价，政府咧稽查小组当咧严格咧查，昨到去查北部的2间2商，请业者爱说明出货和供货情形。来到传统市场，因为31是围炉日，凡下拢准备收大过年，民众也趁过年进前的最后时间来买物件，因为最近鸡卵出现有较欠的情形，民众也是议论纷纷。有比较难买啦。那但是不至于说都买不到啦，价格是有一点上扬啊。应该说，我这么大只第一次碰到说蛋买不到。为了防止年关进前，不少2商趁机会顿会夜关介绍，跨部会联合稽查小组3查稽查北部2间2商，请业者提供资料说明欠的原因，希望透过严加查察，让鸡卵的计量早恢复平稳。除了当场要求业者说明去年到今天的
鸡蛋配销情形啊，也请业者提供佐证的资料来厘清中上游供应商有没有囤积不销售。也有业者推出以食物成分为主要原料的未来卵，强调口感甲真价卵真香，加做市场欠卵之下另外一个选择。因为近期蛋的缺货关系，所以近期我们的消费者询问度很高，较平常增加了大概30%的询问度。农委会表示，已经启动相关营运措施，请业者提高生产量，高成立鸡卵调度平台，全力供应民众的需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北的松山机场，毋但是国际机场，嘛是军用的机场，因为中国的军机直接侵扰咱的空域。为了固守这个重要的基点，新竹空军基地风炮部队伫咧过年期间，由原驻防伫咧松山机场，操练多款低空的防卫武器。前仔小响，官兵穿装备为营舍冲出来模拟特技来袭，因需要甲时间走小了酒10分钟，会当完成战备准备。任务地点就伫松山机场。松山机场是国家元首紧急撤离的战略据点，所以驻防伫遮的空军风炮部队负起重任，是机场的最后一道防线。这摆驻防的风炮部队来自新竹的空军基地，也表演低空防卫武器，会当360度对瞄敌军的20防空快炮。射击准备，检查弹药上固定。由炮长、电源机手、2名炮手、1名射手为编制，5个人操控的20防空快炮，上大射程4500公尺，属于轮转式火炮，会当同时执行激发震弹退壳。上大的重点也是射击角度达到85度，04架的标准特技进行反击工作战。该武器射击初速每秒可达1030公尺，只要射程最低2000公尺，对空1500公尺。最高射程可达4500方次。当我们就是接到上家的命令，就是接到之后，然后我们会指示给连长，然后连长就是会指派我们，然后下达，连长自己下达任务给各火炮的炮长，然后请炮长瞄准哪一个方向。对讲求一转多连的国军官兵拄到紧急状况，只要2个人就会当操作20防空快炮，炮管产生过的原本3分钟来完成经话就算合格。也毋过官兵训练精良，用无到30秒就完成，互人真恶乐。松山机场会有防炮连，是因为台北是重要的卫戍区，那空中的交通一定要有机场，那我们要保护国家的元首及政要，还有老百姓的安全。那机场里面是要设有防空部队，那保护机场的安全任务。台海情势紧张，强军威胁增加无减，空军风炮部队也承担首都守卫的防卫重任。为了春节期间，国军保持戒备，用行动证明无要让台湾空防出现一点空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家摄影中心最近当地办展览，展出日本时代到1960年代旅行相片。希望民众会当除了对政治的角度，嘛会当对清查观察台湾社会文化发展。一张黑白相片记录一位穿和服的女性。1930年代日本时代的台湾开始皇民化运动，对一寡负担会起的女性来讲，穿和服真做一种高级的打扮，嘛凸显日本时代台湾人对身份认同的矛盾。但他受日本教育，然后有时候讲日本话哦。但你的饮食、你的生活习惯就是来自非常台式或是中式的哦。但是你又穿上和服，那个时代里面，台湾人对身份认同的不确定的跟及摇摆的象征性。蔡文上讲，女性对流行资讯的接受速度是上紧。透过古早时女性打扮的相片，会使看到各时代的流行风潮，甲迄当阵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度。在日本时代，从东大陆、上海流行到的旗袍，或者是日本人所穿的、所推广的西式的服装，或者是在台湾本地的服装。等等，而且女性本来就是一个爱美，这样的流行的吸引在女性的身上里面呢，那也看到台湾文化发展的或生活品味或生活美学的一些发展的历程。国家摄影文化中心举办展览，让民众透过女性流行的清查，看到台湾对日本时代到1960年代对市民文化美学发展到台湾主体美学的过程。记者郭北君、郑派文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台中有一位金仔店的头家，用43年时间收藏500多台电影机仔，和电影相片，还有底片，希望会当成立电影文物博物馆。
这件代志，互导演李建成知影了后，就专工替伊翕一块纪录片，好做收藏电影的人，咱做伙来欣赏。这支片吼是1895年卢米埃伫法国所放的全世界第一支片啊，因为大家看到拢是数位版的，敢若我有这份来教学。用以前的机仔来放较早的影片，放影片的这个人，佮收藏500多台电影机仔。伊讲这是伊的使命，希望会当保存台湾珍贵的电影历史。差不多伫1904年的时阵，迄阵啊，卢米埃利用的物件啊，我即马阁有留着，包括民国20几年的剧照啦，甲咱台湾第一部士兵去甲王宝钏的剧照嘛，去我收到。可能就会可以借由这些影片，借由这些照片，重新去思索说我们这边应该可以去做什么事情。对，那用这些影像跟这些记录的话，它可以培养出在地人的文化自信。翕再回来北京的导演李建成，当初因为机器需要修理，透过朋友的绍介认捌张仁文，知影伊对电影的热情了后，唔但翕这支纪录片，阁希望甲伊斗相共成立电影博物馆。1895年开始，卢米埃他们在这个法国放映了全世界的第一部电影。从这个整个历史开始，然后我们都有一些东西可以展出，所以我们其实希望有这个民间企业家，或者是说这个基金会可以支持我们。本身是家己人的张仁文，高中的时阵受到老师的鼓励，家己去学习电影机仔的制作甲原理，而且后来阁学会晓拍金马的功夫，所以电影机仔找无零件的时阵，伊就家己来做。足侪人吼，摕电影机仔来讲。这零件无法免啦，不要紧。我用拍金仔技术来做零件。为着要互人知影电影文物的重要，因专工来大南放这出纪录片。张仁文表示，趁这个宣传电影博物馆的机会，嘛来感谢老师当初的牵绳。看到这个影像，原来爸爸妈妈时代是看到这些画面。他们就会很有感触，然后进而然的引发他们兴趣。当然他们就会开始投入在这一块圈子里头。我觉得很好，也可以达到传承，然后又可以达到保存的意义。导演李建成表示，张仁文的坚持替台湾电影文化保留真侪重要的物件，所以才会翕这出纪录片。未来希望会当伫电视台来放送，让社会各界知影电影历史的重要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明仔载天气是安怎？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。北部地区14度到19度，中部地区14度到20度，南部地区15度到24度。东部地区14度到22度，外岛地区12度到18度。明仔载就是全新的金虎年，所以伫遮祝福大家金虎到底，万事兴，围炉团圆，万事成。感谢你收看今日的AM新闻，我是苏比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相会。